好多人都俾人誤導咗，香港可以成為國際大都會，根本唔係靠所謂純粹自由市場，而係一套由開埠到而家，延續咗180年嘅隱秘政商規則。呢套藏喺歷史深處嘅底層基因，先係塑造今日香港嘅真正核心。點解香港啲富豪家族可以代代傳承，屹立不倒？點解香港嘅經濟結構、治理模式經歷英國殖民、回歸祖國2次政權更替，核心邏輯一直都冇變？點解我哋成日覺得香港嘅營商環境、階層格局有好強嘅固化性？今日我就由零開始拆解香港百年隱秘發展史，徹底拆穿港英時代埋低嘅政商底層邏輯，搞清楚呢套一路延續到今日嘅遊戲規則。睇完呢條片，你會徹底刷新對香港繁榮、階層固化、城市發展嘅固有認知，睇明香港最真實嘅底色。全網大部分科普片都同大家講香港係英國無心插柳嘅產物，話當年英國人領香港只係睇中呢個荒島可以任意揾錢，瘋狂抽水，完全冇長遠規劃，純粹係放任唔理，自生自滅。但真實歷史比呢個結論更加殘酷，更加精細，亦更有深度。英國人由登陸香港第一日開始，就部署咗一套精密嘅統治同商業體系，表面睇似放任自流，實際上層層控制。而呢一切嘅開端，都源自1841年嗰個荒蕪到極點嘅小漁村。我哋先返去香港開埠嘅原點，還原最真實嘅開局。1841年，英軍正式領香港島嗰陣嘅香港，完全係一片未開發嘅荒蕪之地，冇資源、冇糧食、冇淡水，連一個似樣嘅聚居地都冇。根據當年香港憲報公開嘅官方人口普查數據，1841年5月15日，全香港島總人口只有7450人，成個島只有零散漁村同流落嘅百姓，核心聚居地赤柱亦只得2000居民。嗰陣嘅香港就係一個最普通嘅海島漁農社會，貧瘠落後，完全睇唔到發展潛力。正正因為咁，最初去到香港嘅英國官員、外交人員幾乎個個都極度失望，喺佢哋眼中呢度就係一塊冇乜價值嘅荒地。所以好長一段時間，英國對香港嘅核心態度的確只有一個，就係短期牟利，瘋狂抽水，只想用低成本攞走經濟利益，根本冇長期深耕發展嘅打算。開埠初期，香港嘅混亂程度遠超大家想象，冇完善治安制度，不良分子大量聚集，刑事案件周圍都有，颱風、熱病又長年肆虐，隨時威脅居民生命同財產安全。就算環境咁差，仍然有大量華南地區嘅華人為咗避戰亂、揾生計，源源不絕湧入呢個由外人統治嘅小島討生活。為咗管控湧入嘅華人人口，1842年10月4日，港英巡理府直接頒布宵禁令，以盜賊橫行、治安混亂為理由，禁止所有華人夜晚11點之後外出。大家細心諗下呢條規則，佢唔係針對犯罪分子，而係直接將成個華人社會都劃做潛在危險群體，係赤裸裸嘅種族防範同差別對待。講到呢度，好多人就會認定英國由頭到尾都係對香港放任抽水，完全冇規劃。但呢個正正係最大嘅認知誤區。英國最初的確睇低香港，只想牟利，但佢哋絕對唔係完全冇長遠部署，反而用最短時間建立咗一套完整殖民治理框架，為香港之後嘅發展埋低晒伏線。1842年，南京條約正式簽署，香港島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英國隨即落實2大核心部署，直接改寫香港命運。第一，正式將香港定為自由港，容許世界各地商人嚟做生意，全程免徵賦稅，徹底打開通商大門。第二，首任總督電詐根據英皇制誥，快速建立完整政府架構，設立議政局、定例局同最高法院，搭建行政、立法、司法體系。英國人好快就睇清香港最核心嘅戰略價值。呢度背靠中國大陸，連接海外市場，係極佳嘅東亞轉口貿易樞紐。所謂放任政策，從來唔係完全唔理，而係一套有目的、有策略嘅營商開放模式，一切以商業貿易為核心，按規則運作，為資本落地鋪路。呢套精準部署帶來嘅效果，就係肉眼見到嘅人口爆炸式增長。1841年，香港人口只有幾千人，
短短24年後，到1865年已經急升到12萬人，主要都係為咗被太平天國戰亂而嚟嘅華南移民，同埋逐利而來嘅華商。到1931年，香港總人口已經逼近88萬，其中華人超過95%，達到859425人。人口急升同時，商業同基建亦同步起飛。186年，停靠香港港口嘅遠洋船只有2889艘，到1939年已經飆升到23881艘。各類公用事業企業陸續成立。1861年，香港中華煤氣公司成立。1885年，山頂纜車公司落地。1889年，香港電燈公司開業。香港快速由荒蕪漁村變成東亞重要通商中心，華人聚居重鎮同海外華僑商貿樞紐。所以客觀嚟講，網上話英國完全無視香港，冇任何長遠規劃，其實係一半事實，一半謬誤。初期英國的確以牟利抽水為核心目的，亦睇低呢片土地，但絕對唔係完全冇部署。自由港政策、完整治理架構、開放營商環境，都係英國早期最重要嘅長遠鋪墊，亦係香港之後崛起嘅基礎。而喺呢套英國殖民框架落地之後，一套影響香港過百年嘅核心規則正式出現，就係大家成日講嘅以華制華策略。亦正正係呢套策略催生咗香港第一批頂級富豪階層、買辦精英家族。好多人簡單理解，以華制華就係英國人利用華人壓榨華人，將華人當做統治工具。但真實歷史比呢個複雜得多，其實係一場雙向得益、互相綁定嘅政商共生遊戲。港英政府好清楚，自己作為外來殖民者，人數少又唔熟本地民情，如果直接管控幾十萬華人社會，成本高、風險大，亦好容易引發衝突。所以佢哋設計咗一套非常聰明嘅統治模式，將鴉片、賭場等特殊行業嘅經營權拎出嚟，公開發牌，政府只負責收高額牌費，坐收利潤，而行業管理、社會維穩同華人民眾溝通嘅工作就全部交俾持牌華人精英商人。呢套模式落地之後，直接催生香港買辦階層，亦造就咗香港最早期嘅財富神話。開埠初期嘅買辦大多係服務洋船、洋行嘅艇戶、傳統廣州13行商人同熟悉中外貿易嘅本地商戶。嗰個年代，識英文、熟中西規則嘅華人少之又少，而歐亞混血人士精通雙語，熟悉兩邊規則，自然成為外資洋行最中意合作嘅對象。買辦最核心嘅價值就係做外資洋行同本地華人社會之間嘅橋，掌握貿易話語權、資訊差同資源差，再靠呢個身份快速累積大量財富同頂級社會地位。我哋舉個最典型例子，就係香港四大家族之首嘅何東家族。何東早年畢業於香港中央書院，即係而家嘅黃仁書院。188年學成返港之後，靠住出色雙語能力同商業頭腦，得到怡和洋行大頒賞識，順利入職。1894年，年僅30幾歲嘅何東直接升做怡和洋行總買辦，成為香港外資貿易圈核心人物。何東喺怡和洋行做咗20年，累積超過200萬元巨額財富。到1897年，35歲嘅佢已經躋身香港頂級富豪行列，之後辭去洋行職務，自立門戶，開始建立自己嘅商業版圖。唔止何東，19世紀50年代之後，香港買辦群體開始爆發式增長。1851年，香港受於外資洋行嘅買辦只有6人，1871年增至76人，1881年去到95人，1891年直接突破126人。越來越多華人精英透過買辦身份進入外資體系，完成原始財富累積。而呢啲買辦家族賺到第一桶金之後，幾乎全部都放棄單一中介貿易，開始集體轉型，從手投資地產、股票、保險、進出口貿易等核心領域，逐步掌控香港本地經濟命脈。何東退出怡和洋行之後，大舉投資香港樓市。二戰之前，何東家族物業已經遍香港島中區、灣仔以及九龍旺角、彌敦道等核心商業地段，成為香港最大華人地主。佢細佬何金堂就靠家族資源打入渣打洋行，經營保險、糖業、商號遍內地、澳門、東南亞。何福4個仔全部任職豐、怡和、
沙遜等頂級洋行，家族勢力一層疊一層，根深蒂固。我哋熟悉嘅澳門賭王何鴻就係何東家族後代，足以睇到呢個家族嘅百年底蘊。除咗何東家族，香港仲出現咗一批頂級買辦世家，掌控香港經濟半壁江山。莫氏楊家族壟斷太古洋行總買辦職位長達60年，容良家族深耕渣打銀行，羅伯常家族坐鎮豐銀行，李石鵬家族創辦香港規模最大嘅華資銀行東亞銀行，許愛洲、羅文錦家族就深耕商貿同地產，最後形成統治香港百年嘅四大家族格局。講到呢度，大家應該睇到，所謂以華制華，根本唔係單純英國利用華人，而係雙向共贏嘅利益綁定。英國人用經營權、社會管理權換低成本穩定統治同持續收益，華人精英就借殖民體系紅利完成財富累積，階層躍升，成為香港本地難以撼動嘅頂級勢力。好多自媒體片面解讀呢段歷史，只係強調英國點利用、點壓榨，完全忽略華人精英本身嘅主動性同獲利空間。呢啲買辦從來唔係被動工具人，佢哋準確捉住時代紅利，主動依附體系，借力成長，最後由打工中介變成可以同殖民者平等博弈、討價還價嘅本地精英階層。呢套政商共生底層邏輯亦由此深深扎根香港。而喺買辦階層崛起、政商模式成型嘅過程入面，香港出現咗一個極度特殊但好少人真正了解嘅核心機構，就係民間口中香港華人社會嘅影子政府——東華醫院。點解會話東華醫院係影子政府？因為喺港英殖民前半段，真正處理香港大量華人日常糾紛、民生事務同社會秩序嘅，往往唔係港英政府，而係東華醫院。香港開埠之後，大量粵勞工、小販湧入香港揾食，形成龐大華人社群。但當時港英政府奉行赤裸裸嘅種族隔離同種族歧視政策，對華人民生福利相當漠視，幾乎唔為華人提供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同糾紛調解渠道。華人睇病冇門路，糾紛冇地方解決，老人冇依靠，小朋友冇人照顧，成個社群處於無序狀態。建立一個屬於華人自己嘅福利機構同治理載體，變成當時香港華人迫切需要。之後暗福爾茨事件爆發，進一步推動機構落地。187年，港英政府頒布華人醫院則例，正式批准成立華人醫院。1872年，以廣福爾茨基礎，東華醫院正式落成。大家一定要睇清東華醫院真正底色，佢從來唔只係一間治病救人嘅醫療機構，而係香港第一個獲殖民政府官方承認而且高度組織化嘅華人精英權力機構。睇下創院13位總理名單，就知道佢有幾大分量。13位創院核心人物包括5位頂級買辦、7位資深華商、1位西式教育學者，集合咗當時香港最有錢、最有地位、最有話語權嘅一批華人精英。當中有華人首富李，亦有中國首批留美學生，熟悉中西規則嘅精英皇姓，每一位都係可以對接港英政府、聯繫內地官方、統領華人社群嘅頂尖人物。東華醫院落成之後，承擔嘅職能早就超越醫療，日常為華人提供中醫藥診療、免費義診，同時包辦賑災濟貧、收容孤兒、開辦義學、供養老人、安葬死者等民生事務，幾乎覆蓋華人由出世到離世嘅需要。更關鍵係佢嘅社會治理職能。當時香港華人之間出現債務、土地、鄰里糾紛，好多人唔會去揾洋人官府，而係直接揾東華醫院董事局總理調解仲裁。大家普遍認為東華醫院裁決就係公道，而港英政府處理華人相關政策、糾紛同治理問題時，亦往往會先諮詢東華醫院董事意見。簡單講，港英政府負責頂層殖民統治，東華醫院負責基層華人社會治理，兩邊分工合作，互相配合，形成香港早期獨特雙軌治理模式。文章叫東華醫院做影子政府，雖然有少少誇張，但確實捉到核心意思。佢係香港百年華人精英共治、政商聯動嘅重要載體，亦係香港政商基因成形嘅關鍵標誌。而呢套睇落好穩固嘅殖民政商體系，到1925年遇上歷史上最大危機，亦正正係呢場危機
徹底改寫華人精英嘅政治地位，令香港政商綁定模式更加固化。呢場危機就係震驚中外嘅省港大罷工。好多人只知道省港大罷工聲勢浩大，重創香港經濟，但好少人知道呢場持續16個月嘅罷工，其實係港英政府同華人精英關係嘅重大轉折點。我哋先還原事件全貌。1925年5月30日，上海五沙事件爆發，英國巡捕射殺中國示威群眾，引發全國反帝外國浪潮。為咗支援上海愛國運動，廣州、香港聯合爆發區無空前嘅省港大罷工，有鄧中夏、蘇兆徵領導，持續足足16個月，係80年代之前全球持續時間最長嘅工人運動。呢場罷工直接令香港經濟幾乎癱瘓，貿易停擺，航運中斷，民生停滯，社會動。其實早喺1922年海員大罷工，華人勞工力量已經完全顯現。當時文員、司機、服務業僕役集體停工，一向高高在上嘅歐籍官員同精英都陷入無助。港英政府第一次真正意識到冇華人配合，香港根本運作唔到。去到省港大罷工期間，局面更加完全失控。時任港督司徒拔嘅強硬鎮壓手段徹底失效，局勢一路惡化，完全冇轉機。就喺殖民政府無計可施、瀕臨崩盤嘅時候，佢哋拎出統治體系最後一張底牌。華人精英階層，新任港督金文泰一改強硬態度，主動釋出善意，全力依靠何東、周壽臣、羅旭、羅文錦等一批頂級華人精英出面斡旋同調停。呢批華商精英本身長期深耕香港貿易、地產、商貿，如果罷工繼續落去，會直接打爛佢哋嘅商業版圖，損害核心利益，所以佢哋主動四圍奔走，多方協調，聯絡內地軍閥、工人團體同港英當局，全力推動和平解決。何東更加全程奔走，甚至私下承諾補貼罷工工人一半人工，希望盡快平息局面。同時，華人精英組建工業維持會，承擔社會維安工作，穩住香港混亂社會秩序，亦為之後停戰談判打好基礎。1926年6月，喺多方斡旋之下，罷工正式結束。呢場持續16個月嘅危機亦告一段落。而經過呢場危機之後，港英政府徹底睇清一個事實，想長期穩定統治香港，絕對少唔到華人精英配合，必須將呢批本地勢力正式納入殖民體制，形成穩固利益共同體。於是1926年，香港迎來一個歷史性時刻，華商領袖周壽臣爵士成為香港開埠以來第一位華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呢度同大家講一個關鍵知識點，好多人分唔清行政局、立法局同而家行政會議嘅關係。殖民地時期行政局就係今日香港行政會議前身，屬於香港最高決策諮詢機構，掌握重要政策話語權。立法局就負責立法審議，亦係核心權力機構。最早嘅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喺185年設立，188年伍廷芳成為第一位華人立法局議員，1896年行政局開始吸納非官方議員，到1926年周壽臣入局，標誌華人精英正式踏入香港最高權力核心圈層。由此之後，羅旭、周濂、周揚年、馮秉勳、關祖堯等一批華人精英陸續進入行政局、立法局，長期掌握香港民間話語權同官方諮詢權。殖民政府同華人富商之間嘅利益契約逐步公開化、制度化、固定化，香港政商霸權格局亦正式成形。講到呢度，好多人會有一個疑問：呢套喺殖民時期形成嘅政商體系，到1997年香港回歸、政權交接之後，有冇消失？答案可能會顛覆你認知，冇消失，甚至變得更加穩固。呢個亦係全網最有爭議，亦最貼近原文核心嘅觀點。香港回歸表面上係政權更替、體制革新，但實際上百年政商基因完成咗平穩延續。好多權威學術研究都支持呢個觀點。香港史學者高馬可喺《帝國夾縫中的香港》一書入面提出，香港百年殖民史培養出一個獨特華裔商業精英階層。呢批精英依靠殖民體系成長，熟悉中西規則，掌握大量資源同經濟命脈，係香港穩定同發展嘅重要力量，亦係任何體制都難以繞過嘅關鍵群體。當年回歸交接嗰陣，
香港大致承接咗殖民地時期嘅治理制度，冇出現大規模制度重構同階層洗牌，同時英資勢力逐步淡出香港核心諮詢體系，中資企業初期亦未大規模進入公職同決策圈層，原本已經喺香港扎根經營咗過百年嘅華資精英家族，就順勢承接咗唔少話語權同資源位置。所以我哋可以睇到一條好清晰嘅延續脈絡，殖民地時期行政局平穩過渡成回歸之後嘅行政會議，殖民地時期非官守議員、華商精英顧問體系就轉化成特區政府各類諮詢委員會、法定組織嘅核心成員。特區政府繼續沿用吸納社會精英、商界領袖心政議政嘅模式，亦延續過去百年大市場、小政府治理理念、政商協同嘅核心邏輯。冇出現本質改變，但我哋一定要客觀辯證咁睇呢個問題，唔可以好似一啲片面自媒體咁簡單粗暴歸結做換湯唔換藥，完全冇變。呢度有一個絕對唔可以忽略嘅核心本質分別，亦係好多輿論刻意避開嘅重點。港英殖民時期嘅行政局係總督統治體制之下嘅附屬機構，服務英國殖民統治。權力來源於英皇室，服務英國海外殖民利益。而回歸後嘅行政會議係一國兩制框架下由特區行政長官領導嘅合法決策諮詢機構，權力來源於基本法，服務香港整體社會利益，亦處於國家主權框架之內。兩者嘅憲制地位、權力來源、服務主體有根本性分別，係制度層面嘅重大轉變。同時，回歸之後嘅香港背靠祖國龐大市場，依靠中央支持，擺脫殖民時期依附英國、受制於西方嘅被動格局。國際競爭力、城市穩定性、發展潛力都得到全方位提升。呢個亦係殖民體系無法相比嘅優勢。最後，我哋收尾解答大家最關心嘅終極問題：到底係咪呢套百年政商基因塑造咗今日嘅香港？不可否認，政商共生、精英共治模式的確係香港百年發展其中一套最核心、最根深蒂固嘅底層邏輯。由開埠初期買辦崛起，到東華醫院嘅精英共治，再到大罷工之後嘅權力固化，最後一路延續到回歸後治理格局。呢套規則貫穿香港180年發展史，深刻影響香港階層結構、商業格局同社會生態。但我哋絕對唔可以跌入單一歷史決定論，唔可以片面認為政商基因就係香港繁榮唯一原因。香港可以成為世界級國際大都會，係多個核心因素一齊作用嘅結果。自由港嘅貿易政策、獨立健全法治體系、得天獨厚地理位置、背靠祖國龐大經濟腹地、幾代香港市民勤力拼搏、持續開放嘅國際化營商環境，呢啲全部缺一不可，都係香港長期保持競爭力嘅重要底牌。片面吹捧自由市場萬能，或者片面抹黑香港只係政商壟斷，完全冇進步，都係非黑即白嘅極端誤區。真實嘅香港係百年政商共生基因、自由市場活力、法治制度保障、國家紅利支持共同塑造出嚟嘅城市。睇明呢套百年底層邏輯，你就會明白點解香港富豪家族可以代代傳承，階層相對穩固。點解香港經濟結構、治理模式有好強延續性？點解香港經歷2次政權更替，仍然可以一直保持穩定繁榮？其實香港發展史從來唔係一個簡單嘅自由市場神話，亦唔係單純殖民剝削故事，而係一套中西融合、政商共生、順勢演變嘅百年生存同發展模式。睇完呢條深度拆解片，相信你已經更加了解香港藏喺歷史深處嘅底層密碼。如果你覺得今期內容對你有幫助，麻煩撳讚、收藏、轉發，等更多人睇清香港百年發展史。歡迎喺留言區講下，你眼中香港最核心嘅發展優勢係咩？最後記得訂閱我個頻道，下期繼續同你深挖城市隱秘發展史，拆解你未必真正了解嘅時代底層邏輯。